TVB 最近推出咗一檔節目，邀請一眾老戲骨對住鏡頭講述自己嘅人生故事。陳豪參與訪談嘅內容一經播出，直接衝上咗多個熱搜。首先就係流傳多年嘅3000萬天價包薪傳聞，外界就一直追問不休，陳豪淨係笑咗下，隨後就直言我冇承認亦都冇否認，仲表示大家可以繼續討論。但係邊個可以諗到攞住天價 TVB 薪酬嘅陳豪，近日媒體就突然間報道稱佢而家面臨住巨大嘅經濟壓力。陳豪同老婆陳茵媺一共生咗3個小朋友，以前係演員嘅陳茵媺而家就係全職太太，冇收入，全靠陳豪一個人養家。而家陳豪已經喺鏡頭同埋現實當中顯露疲憊嘅老態，但係比佢細10歲嘅老婆陳茵媺睇上去就比佢年輕好多。近日陳茵媺喺接受採訪嘅時候被問到，因為保養得太好，顯得陳豪好老，被指有2個人好似父女戀嘅時候，佢就表示唔係啊，我仲覺得佢好靚仔，好年輕啊。佢稱唔會介意自己同陳豪被講成似父女戀，因為我唔覺得係啊，做運動會令到2個人狀態 keep 落去。目前佢哋一家人就住喺香港淺水灣豪宅，總價值約2000萬港幣，每個月嘅管理費就高達6萬港幣。3個小朋友就讀國際學校，一年學費總計大約120萬港幣，一年嘅校車費就要12萬港幣，家庭開支好大。陳豪嘅密友就透露，陳豪最近壓力好大。陳豪投資嘅咖啡店之前仲算唔錯，但係而家生意低迷，5間咖啡店全部都開喺中環、尖沙咀等等嘅黃金地段，每一家月租金高達15到30萬港幣。面對經濟壓力，導致陳豪而家54歲啦，仲要日夜顛倒拍戲，瘋狂咁樣接 job。據悉，陳豪喺拍攝醫療劇《俠醫》嘅時候，每日凌晨5點就要開工，有場戲連續拍咗18個鐘，連自己4月嘅生日都冇時間慶祝。仲有劇組人員透露，陳豪喺片場不停咁樣靠咖啡嚟強撐，每2個鐘就要飲一杯齋啡嚟提神，甚至拍好咗幾場戲之後仲要匿翻上車上面飲藥。拍外景嘅時候，陳豪仲被影到喺張凳上邊眯埋眼休息，手入邊仲攞住未食完嘅三文治。咁對此，有網友就一語中的，認為呢啲係陳豪自己選擇嘅結果，仲調侃陳豪係中產返貧3件套，小朋友貴族學校，老婆全職，天價房貸，全部都中晒。全職太太陳茵媺被發現擁有唔少嘅奢侈品大牌愛馬仕嘅手袋，多次被影到行街嘅時候孭住唔同嘅愛馬仕手袋咁有一啲價格高達10萬港幣，最平嘅亦都有2萬港幣。據悉，陳豪對自己就好慳，但係對比自己細10歲嘅老婆陳茵媺就好寵愛好疏爽，知道老婆中意大牌手袋，仲特登從意大利嗰度買俾老婆討佢歡心。奢侈品不離身嘅陳茵媺仲被港媒報道已經打入咗豪門闊太港姐圈，亦難怪有網友睇到陳豪最近經濟壓力大嘅新聞，提出啦佢老婆完全可以唔使買咁貴嘅愛馬仕，少買或者唔買可以慳翻好多錢，並且提到經營不佳嘅咖啡店亦都可以選擇關門。同時，網友仲認為經濟壓力大係有原因嘅，而呢一啲都係陳豪自己選嘅，但願佢能夠頂得住。但係呢一份為家庭嘅豪宅，就同佢近期被曝光嘅經濟困境形成咗鮮明嘅反差。就係搬屋嘅消息傳開之前，陳豪密友就向媒體透露，呢位師弟現階段嘅經濟壓力大到難以想象，壓力嘅核心來源除咗全家高昂嘅日常開支，仲有佢嗰5間自家品牌嘅咖啡店 Bloom's Coffee。呢啲咖啡店全部都開喺中環、尖沙咀等等嘅黃金地段，每家嘅月租金高達15到30萬港幣，5家店嘅月租合計直逼200萬港幣。受到內地遊客銳減、港人北上消費等嘅影響咖啡店嘅生意持續低迷。咁就算推出咗39蚊早餐嘅套餐嚟自救，周末嘅客流量亦都係坐唔到一半。如今全靠拍戲收入嚟填補虧空，堪稱死撐狀態。更令人心驚嘅係佢全家嘅開支規模，3個小朋友就讀國際學校，年學費總計約120萬港幣，單單係校車費一年就要12萬港幣，
每個月16萬嘅租金之外，豪宅嘅管理費亦都係一筆唔少嘅開支，再加上日常嘅飲食、出行、家庭護理等等嘅開銷，一年落嚟全家硬性支出輕鬆嘅突破300萬港元啦。而呢啲所有嘅開銷，幾乎全部壓咗喺陳豪一個人身上。呢個時候有人就問啦：陳茵媺呢？唔通喺屋企嗰度坐食山崩？咁講到呢個呢，阿星亦都只能夠默默咁樣為陳豪嘆口氣啦。陳茵媺雖然係2006年嘅港姐冠軍，亦曾經憑借住《烈火雄心3》、《法證先鋒3》、《大太監》等嘅作品呢圈粉無數，離視後嘅寶座僅僅係一步之遙。但係自從2013年同陳豪結婚生咗3個小朋友之後，佢就逐漸淡出幕前，重心徹底轉向家庭。咁近年嚟，陳茵媺僅僅係喺2022年短暫復出，同陳豪合作拍攝劇集《羅密歐與祝英台》。但係拍攝嘅期間，因為6歲嘅女兒確診新冠，一家5口需要居家隔離，咁夫妻2個呢就無奈停工。呢一部劇結束之後，佢再次回歸家庭。間中接拍嘅廣告或者係零散嘅工作，收入有限到僅僅夠買餸錢，根本冇辦法分擔家庭主力開支。港媒更加曾經報道，陳茵媺患上咗中產階級育兒焦慮症，咁呢亦都令到佢唔敢將精力過多咁樣投入演藝事業，只能夠全心全意咁樣照顧3個小朋友，一邊係持續擴大嘅家庭開支，一邊係副業嘅持續虧損。陳豪只能靠瘋狂接觸嚟續命。54歲嘅佢早已經過咗能夠隨意透支體力嘅年齡，但係仲要日夜顛倒咁樣拍戲。拍攝醫療劇《合醫》嘅時候，佢每日凌晨5點鐘就要開工。曾經有一場戲連續拍攝18個鐘，連自己4月嘅生日都冇時間慶祝。劇組人員就透露啦，陳豪喺片場全靠齋啡強撐，每2個鐘就要飲一杯嚟提神。甚至拍完幾場戲之後仲會匿到車上面飲藥。拍外景嘅時候仲被影到喺張凳上面眯埋眼休息，手裏面仲攞住未食完嘅三文治。咁就算係咁樣佢都仍然唔敢放慢腳步，畢竟全家嘅生計都係喺佢一個人身上。好難想象如今孭低全家重擔嘅陳豪，早年亦都曾經有過放縱嘅時光。1971年出生於香港嘅佢，家境優越。父親係麻醉科醫生，母親係中醫師。可惜父親早年離世，13歲嘅時候佢就隨住母親移民澳大利亞。大學嘅期間，陳豪憑借住出眾嘅外形成為咗男 model， 仲申請咗助學貸款，唔再向母親伸手要錢。1994年，即將大學畢業嘅佢返到香港度假，被導演臨時徵用出演電影《晚九朝五》，從此開啟咗演藝生涯。啱啱入行嘅陳豪並未立刻嶄露頭角，反而喺古惑仔等等嘅作品當中演住一啲茄喱啡嘅角色。長期嘅不得志令到佢逐漸冇咩心機，經常遲到，沉迷於吃喝玩樂。直到2000年進入 TVB， 佢先徹底收斂心性，開始專注於演藝事業。憑借住紮實嘅演技，佢從配角一步步捱成咗主角，攞低咗多個視帝獎項，成為 TVB 當之無愧嘅台柱。2010年前後，陳豪迎嚟咗事業嘅巔峰，主演嘅《溏心風暴》、《宮心計》等等嘅劇集成為爆款，商業價值亦都水漲船高。2010年續約 TVB 嘅時候，更加係傳出咗拿下3000萬簽約金嘅傳聞。雖然佢本人僅僅係回應係開心㗎，但係無疑已經係全台收入金字塔尖嘅存在啊！事業穩定之後，陳豪嘅感情亦都塵埃落定。2011年，佢喺拍攝時裝懸疑劇《心戰》嘅時候，同陳茵媺相識。嗰個時候，陳豪已經係當紅嘅演員，陳茵媺仲係新晉小花。因為陳茵媺就唔係好識中文，睇劇本就好辛苦，陳豪就主動為佢講解。爽朗嘅性格深深吸引咗個性拘謹嘅陳茵媺。劇組殺青之後，陳豪展開咗熱烈嘅追求。3年戀愛長跑之後，2013年兩個人喺法國巴黎舉行咗浪漫婚禮。婚後，陳茵媺就接連生低咗3個小朋友。為咗家庭，選擇淡出演藝圈。夫妻倆形成咗男主外女主內嘅分工模式。值得一提嘅係，陳豪對屋企人向來大方，對自己卻極度節儉。
陳茵媺雖然淡出娛樂圈，但係又係經常被影到孭住唔同嘅愛馬仕包包，其中不乏價格高達10萬港幣嘅款式。呢啲都係陳豪特登為佢購置嘅，甚至會從意大利專門買翻嚟討佢歡心。但係陳豪自己一上代步車能夠收嘅絕對唔換，私底下嘅衣着亦都樸素，鮮有名牌加身。唯一嘅奢侈品愛好就係一塊中古勞力士。呢種對家人豪宅、對自己孤寒嘅反差，正係佢作為一家之主嘅擔當體現。面對住外界關於經濟壓力嘅質疑，陳豪曾經就回應稱，咖啡生意中規中矩，雖然有壓力，但係為咗屋企人付出係榮幸，亦會珍惜每一個工作機會。但係現實嘅重擔早已經喺佢嘅面上留低咗痕跡。相較於比佢細10歲、狀態依然年輕嘅陳茵媺，陳豪近年明顯顯露出疲態。網友話甚至仲調侃兩個人似父女戀。咁對此，陳茵媺直言唔介意，仲表示覺得佢仲係好靚仔、好年輕。夫妻兩個嘅互動依然係好甜蜜。如今陳茵媺疑似懷4胎嘅傳聞仍未平息。如果消息屬實，呢個屋企嘅開支將會再添一筆。陳豪嘅壓力亦都會雪上加霜。咁有人就質疑佢自己攞苦嚟辛，集齊咗孩子貴族學校、老婆全職、天價房租中嘅中產返貧3件套。亦都有人心痛佢嘅擔當，認為佢係娛樂圈難得一見嘅絕世好爸。但係無論外界點樣評價，陳豪都喺度用自己嘅方式支撐住呢頭家。從淺水灣到中半山，每一次搬屋都係為咗俾屋企人更好嘅生活。從日夜顛倒拍戲到硬撐虧損嘅咖啡店，每一份努力都係為咗孭起家庭嘅責任。只係呢一份一人養全家嘅重擔，究竟可以撐幾耐？如果4胎嘅傳聞成真，陳茵媺係咪會因此選擇復出分擔壓力？呢一啲疑問或者只有時間能夠俾出答案。而現階段嘅陳豪，正如佢自己所講，珍惜每一個工作機會，用汗水為屋企人築起一道遮風擋雨嘅牆。呢一份喺浮華娛樂圈中難得一見嘅家庭責任感，或者先係佢最珍貴嘅底色。